大家好，今日我想講下有一對港人夫婦，佢喺芬蘭生完 BB 之後，因為大女嘅夭折，所以呢就逃往呢個瑞典，然後尾又俾瑞典政府發現佢第二個女就非常污糟，然後就過住一啲漂泊嘅生活，身上仲有濕疹同埋爛牙。於是呢，就接管咗呢個兒女嘅撫養權。咁跟住呢，呢一對港人夫婦呢，就返咗嚟香港，仲搞咗個網頁叫做 Save Lily， 希望就可以將自己嘅女呢，從瑞典政府呢拯救返嚟。但當佢哋返到香港2個月左右呢，又生咗個仔啦。呢個仔叫 Danny。咁呢，由於呢，香港政府呢係以佢哋喺屋企分娩為理由呢，要求佢哋呈交呢個 DNA 報告，但係呢對夫婦就拒絕去提供呢個 DNA， 就因為呢，涉及佢哋嘅私隱問題。咁佢哋就要求政府呢，就可以俾佢哋行街紙，讓佢嘅兒子呢，亦都得到港人嘅權利喎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到底佢哋唔用 DNA 嘅證明，亦都冇任何嘅照片呢，係如何證明呢個仔係屬於佢哋嘅呢？而當中呢，有啲人呢就估呢，涉及人口販賣，甚至呢懷疑呢，佢哋喺瑞典呢幾萬蚊嘅歐羅喺架車度，嗰啲呢係販賣人口而得嚟嘅黑錢啊！咁由於佢哋咁奇怪嘅舉動呢，令到呢嘅流言係四起嘅。佢哋在家分娩，第一個女呢就死咗啦，然後第二個女呢 Lily 呢就報稱呢，芬蘭政府呢就以 Lily 屬於港人為由呢，拒絕接受辦理其出生登記。但係呢，如果佢哋去返大使館呢，應該可以領取返呢香港護照嘅喎。因為呢，唔係個個國家呢，你喺佢嗰度生 B 呢，都會得到當地嘅身份證嘅。例如澳洲呢，就唔會啦。咁另外呢，佢哋嗰幾萬蚊嘅歐羅呢，其實呢，就因為芬蘭政府呢要調查 Lily 嘅死因啦，佢哋喺銀行攞咗佢哋啲積蓄出嚟，換成現金呢，就逃到瑞典，所以就解釋到點解佢哋嘅車會有咁多錢。我又注意到呢，有啲人話：點解咁奇怪嘅會在家分娩嘅？其實呢，真係有好多人在家分娩嘅。但係佢哋係點呢？係喺浴缸嗰度分娩。呢啲咁在家分娩呢，之前其實都係一定要睇咗醫生啦，證明你係可以喺屋企生啦。然後當天呢，係會有助產士嚟幫忙啦。因為就算喺水度分娩都係有一定嘅痛楚同埋危險性嘅。咁所以呢，無論如何呢，點樣自然去分娩都好啦，都一定係有專業人士喺在職嘅。但係並唔係話完全冇可能嘅。佢哋拒絕提交呢個 DNA 報告，有網民呢就懷疑佢哋呢其實係亂倫，所以呢就拒絕提供交呢個 DNA 報告。但係呢，又有新聞已經指出呢，佢男方呢其實係得3兄弟嘅啫，喺屋企冇女兒嘅，所以呢，佢哋係冇可能係亂倫啦。雖然佢哋都幾似樣。其實我問過 AI 呢，好似呢啲咁偏激嘅人呢，唔相信政府咯，唔相信疫苗，亦都唔相信醫療體系呢，係相信緊咩嘅宗教呢？咁佢就話可能有信奉 New Age 嘅人士呢，能量醫療啊，又或者自然分娩啊，
咁然後睇返留言咧，大部分嘅網民咧，其實都係唔希望咧，阿 Lily 同埋 Danny 咧會回歸返咧佢哋嘅父母，因為覺得其實佢哋嘅父母都係非常之奇怪同埋唔識湊 BB 啊。咁到底接落嚟嗰個事情係會點樣發展呢？我哋再繼續追落去啦。拜拜。